大学分科测验今仔日起告是拢总有39000多人来考试。今仔日是来考物理、化学、数学，甲也阁有生物。其中物理考试有7%多的人无来考试，这数字呢是比去年还阁较侪。另外，针对着这标例，有一间学校报唔到考试的科目，大考中心是强调讲未有其他补救的方案。 今年并大学理想志愿的最后机会，分科测验伫全国20个科区甲40个分科开始。第一个科目是物理、化学、数学甲生物，全科学生拢是自然组的考生。就是写近5年的考题啊。我是考3科，数学、物理跟化学，然后大概是要想填理组的科系。申请我是有上北医学系，但是就想要再试试看这样子。 想拼台大。对。先开始物理科1.1万人选考，不过缺考率7.18%，比去年5.96%较侪一丝。大考中心表示，3个考生有状况，可用备用试场。协助审题高中老师是指出，试题主要包含电子学、力学甲近代物理。题组结合时事甲半导体产业、电机摩打、脚踏车、大动的系统，用于生活情境甲现代科技。着重 学科的核心基本概念，没有繁琐的名词及复杂的物理计算。对媒体问到，苗栗一间私立中学23学生因为学校行政疏失，报唔到科目甚受补救方案，大考中心强调没有其他方案。对学生团体 ATU 建议应用学测成绩换替代。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回应是用转换，按过2个考试科目不同。114的分科测验 是按照114的简章来办理，好，不会有其他方案。最主要是要看大学端校系在考试入学管道它所采集的考科。张新仁讲，也是看大学后期伫考试就好管道采集考科，考试甲分款是无共款单位来负责，无法度建议考生安怎三下志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